你係錄福建話㗎定係咩啊 mix 都冇問題。唔得喎！跟好潮。各位聽眾，今日呢可能變咗福建嚟談笑，真正哎呀，榮幸啊！再講，榮幸啊！未好講喎。OK， 榮幸咧，咱就請到吼羅 Ken 請到一個羅 Ken food vlogger 咧嚇嚟起來咱嘅節目啦嚇。咱今日伊人名呢啊嚟，伊嚟介紹伊自己啫。我叫大玲，把玲無大。我就叫 B 湯。B 湯，OK， 哇，OK B 湯咧，即係叫大玲 ，OK， 然後好啦，呢件節呢，可能是嚟家，即係叫做葱花羹、葱花醬。福建話叫咩？唔知。阿婆叫雙 river 咯。雙 river，超過。 OK， 雙 river 呢嚟這邊呢嚟即係食即係。食物件啦嚇，食宵夜食supper，咱都知阿咪數，我以為我上線了，冇物件做啊，食個出汁啊你，落呢個半絲啊嗬，แล้ว結果你咁可以諗埋隨之啊，แล้ว就白白要出來啊啦 ，OK， แล้ว嗱當今呢嗬，即係呢這邊呢嗬有係咪出名嘅呢嚇嚟嘅培湯介紹啫？培湯你食了培。叫大玲，叫另外咁講嘢。半湯啊掉。出名是佢哋叫咩啊？上湖咯，然後你飛嗰啲咯，其實雞架脆咯。雞架脆本真係水。你有話過啊？我煎咯，安哥炒係我煎咯。安哥炒煎咧就要看，要叫伊炒細大。調轉咗嘅，一路落啲巴比咯。哦，呢個就係落啲巴比，叫那邊把外口，然後下落去，然後就接參內。係咪白冷吧？杜巴。然後落去煎到安尼款咯，等陣都係煎。會使講是牛奶海南魚丸，伊是會使是南洋嘅一個小食咯。OK。哦，แล้ว各位聽眾，咱當今呢愛來 taste 看一個係咩啊？羅蒂巴比 ，OK。แล้วอันจ้า嚟平常福建話怎講？拼啊，病冇可能啦。OK， แล้ว咱呢就係請咱一個 food blogger 嗬嚟安怎講嚟 testing 看伊嘅一個味素咧嗬，咧看伊是安怎講嘅，哦，咧看佢真有燒糊嚟啊！嚟哇嗬，唔使咁快。แล้ว佢哋已經係做咗好多年啦。好多十幾年都有咯。安哥大陣炒我真係是炒咗幾年了，這邊炒冇幾年㗎啦。小碗骨菇咧，你哋咁攞去同佢送去訪問冇？哦，你嘔血啦，你嘔血啊！做咩咧？嘔血啊！都每 A， 都每 A 哦，一揼都 B 嘅。哦，OK。算啦，咁樣 OK。算啊，咱當今呢人嚟，咱都頂嘅位呢就有燒糊咯，然後有就是一個羅蒂巴比咯，然後有雞舌啦嚇，咱雞舌就普通嘅啦，一個，然後這個羅蒂巴比來，咱請一個 food blogger 來食看，咱看伊是安怎來 testing 嘅，你可能平常時隨口噏嘅有係咪無相？來都來食看。食來。
大零隻嘢啦。我未食啊，哦，未見大零兩念有零嘅咯。呢啲錯拎嚟。 OK，啊，你再拿，冇這是唇邊嗎？哦，這是唇春邊。邊。啊，順便你飲一個嘢，一個 sauce，這是蝦米 sauce 嚟呢咧？是 something like HB 啊，你 Imperial sauce 啊，插飯椒啊，酸酸辣辣嘅嘢。 OK，我應該按照平常呢，你來教我者。來，往來來回咧，你有放火大大聲，啊你一句啊，我一句啊，笑甲腹肚痛。若無爽就愛講，啊講了就愛爽，啊講互伊爽。 我係有做OK，continue。我係感覺就是乜嘢？好爽嘅感覺，好嗨嘅感覺。淡薄係啊咩，安尼型咩？冇咩味素，講真。哦，我以前表唔捌食過，都是頭手橋，我是家姐叫老爹媽咪。叫老爹，安真係問佢安啲淡薄成呢做，不過佢未老爹，順手咪梗嘢叫嚟接後聽啦。 OK，這是 OK，我食到第八味。哦，這就是斜先講到。哇！OK，你點樣感覺？你 from 到邊講起呢嚇？那應該 from 到邊？OK，一家落去呢就斜斜咯。慢慢播是呢？慢慢播是呢嗬？你感覺有食？咁淡咗咯。茄絲啊！啲有就有食香嘅即白味素。然後伊外口伊是用內煎，伊用為煎，溫伊內煎。煎。然後你有 taste 到伊內多伊香味，本來參伊嘅白，哦，白有淡薄油啦，這裡伊個邊咯，安怎啊？甘油啊，人講。油咯，對，鹹油。湯湯嘅，若是講較好食嘅啦，是較厚淡薄嘅，較胖嘅啦，即係較邊咯。哦，伊落地較邊啊，即個用咧落地較邊咯。嗰邊你看到伊外口是金黃色的咯，金黃色嘅，然後伊內面呢就是有一圓的即個豬肉，豬肉，肉醋，安尼款 ，OK，然後佢後若是呢嗬，咱就來食看即個小糊啦。小糊啊，即個對。哦，伊因為伊即個是伊出名是伊毋是普通的啥，係迄個米飯椒啊，去淋巴去炒的，伊是係干那蒜頭chili padi，然後個豆醬，然伊是拿咧椒葉來冚落去煎的咯，伊較香咯，即伊會食到伊糊的味素。OK，等陣啊。但係真糊。OK，咧當今呢，可能就嚟食一個小糊。這是魚腩咯。係啊。魚腩唔是糊嘅不多，係糊多。呀。誒，一隻呢？冇啦。呢幾啲係做行做嘅喺度。哇！咩啊？嗨咗啊！搞掂魚骨啊！魚，好多魚骨。誒，食到伊嘅，我也不知道。等陣啊。夾真啲。有你食得咩？嗯食咩？對。哦，咁咪甜。甜哦。嚇！伊味素真甜，了豆漿。That means 講即個是真正伊 ingredients 伊 ingredients 安怎講啊？伊料是用只 simple 嘅料咯，免講用蝦米潤巴來炒，特別伊嘅糊肉嘅味，
就食翅啊，对。这伊是出名青的啦，这个。伊头家是出名，伊好青，头家阮喙真正青，够小。OK，那應該嚟講者，到底，哎呦，死我未曉講福建話。不要緊啦，唔理少啦，食多隻淡薄啦。OK，即係，哎呦，唔使 sorry 啊，在我哋有講好話，即係你哋之前有講過係嘛？即係你點樣先至會食得好食？係咪先？好食啊，咗食得好食嚇，即係先你哋講係嘛？一啲嘢有時候佢咁樣，不過佢梗係有佢好食嘅方法噶嘛嚇。安怎去食？安怎去欣賞伊？安怎去食甲伊？食甲伊抌。OK，那所嚟嚟講話 ，normally 大令嚟講。啊，做佢咧，因為我愛食物件數，可以講啦。因為但係我翕相應該穩正啊。係大令講，有你拎嘅。平常時伊是無安尼啲啦，其實伊個一哩八哩個少。哦，咁就咩個葉波，你知啦啊。練來練去嘅數。無，伊平常時是較胖。其實你看到嘅是無安尼大咯。有可能我衰咗，我叫伊今日炒個大啦冇。伊就無安尼大，其實。其實冇安尼大，佢大唔到啦。啊，แล้ว伊咖喱也袂芳嘛。伊酸到也袂出味啦，袂芳個。所以 maybe 伊豆椒了有個淡薄甜咯，甲甜淡薄咯，了一哩八哩個無安尼濟，所以你食袂出。你干那食着伊豆椒甜爾咯。但是講平常時是你摻個了白白伊出味啦，伊整個芳個時伊是甲安怎講啊？伊配迄個糊嗬，然後伊塊真正match 咗伊味素，然後好食咯。然後其實是無安尼好食啦，伊是糊魚還魚，咖喱還咖喱咁樣。哦，哈哈哈。哦 ，OK，就是講糊是糊，咖喱就是咖喱，咁啊無合咗隻啦。會夠應該。然後佢啊，看前也無 ，sorry， 我真係無 professional 啊。嗱，講好食是啲 food blogger 講無好食。意思是講你嗬，拉刀特別踹出來，較濟擺淡薄。然後 OK。一道點食掉 ，OK。So that means 講咱若是講各位聽眾，你若是想愛來食來講，你吼就是到這個你 drive 嘅這個係咩啊 ？Song River 嘅位來食，我食個都爽爽咯嗬。佢個1、2點啊，佢個。冇啫，一直差唔多12點，加一啖燒了。哎呦，真燒啊咯！係咯，伊是燒糊，開個1點2點。賣酒咧，伊個別點咧，佢1點2點，佢。我捌切到3、4點阮啊，捌切過到3點4點阮啊。哦。安哥切內面等阮走，我買走過。OK，那個物件通叫來食也無啊嘛，就是安尼樣。那其實除了這個小糊啊、roti、巴比以外呢，那個有這個這個巴古蛋是有啊無誒？無食。啊，無好食誒 ，OK。是啊。拍歹人名聲，炸雞是袂濟人食，炸雞濟人食，愛咩未食？哦 ，OK，แล้วก็有肉粽咯，伊肉粽條條迄個是會食誒遐。冇食過唔敢食，安怎唔敢食？嗰時可能也會刮回。刮回誒 ，OK，แล้ว再咱 continue。食了。比內福建來講，比內福建話，不管你是大路細大路大，大家徛起來嘛，隨互人看。OK，各位聽眾，咱後日啲是食了食久咧，食了食久春骨了。OK，before 咱 end 嘅時呢，咱來問一下，咱這兩間嘅 food blogger 咧，就是伊人嘅這個伊人嘅。我
夠腰冇夠腰。你人嘅即係experience 啦，OK。แล้ว其實你人是寫 blog 嘛對哦，寫了有久了咧哈。寫應該是有4年啦。then but 咧是有1年咧是，搞到有 MC 冇做工。再講咧。半段冇寫1年，所以1年係1年去 ，OK， แล้ว。嗰陣時，但係主是算是自剛剛6年 start 嘅咯。OK。But then start 嘅時咧是伊寫外國寫大領，伊寫定人伊寫華語嘅，我寫個半起山起一半咧跳落山，伊唔係寫了。落海。OK。坎坷些啊，喲，怪帶你漢語拼音啊，搭個波斯啊。伊前面寫一個 paragraph 嘅，我就講寫了未講未過，一禮拜後面話寫了未過。冇文采嘅書。OK， แล้ว寫了下了1年了，แล้ว不，等陣咱有一個較好奇嘅，就是講，做咩事是愛經 about food 來寫咧？你看到嘅寫就知咩事了咯。我應該是米湯嘅。我唔是大領。伊是大波多，應該大，伊無大，伊大，伊無應該大，伊大。咧其實所以按照講，超未停嘅。特別是愛經 food 來寫咧，food 來寫，特別是有原因嘅嘛，就是。因為我寫是因為以前我是感覺到檳榔嘅食嘅物件，伊個 quality 啊，伊無呢好了，所以變咗我是講用我嘅 blog， 希望我寫嘅物件人會感覺到會去提示人講，我當伊食嘅物件甲古早無相，所以我直直講當伊物件好食，因為我感覺到真係你寫 food blog 嘅啦，因為是即係咁稱讚嘅咯，伊是講啊好食，或者有冇人去食了哦？咩嘅臭頭？咩嘅臭頭？因為我話你最近有拄到一個 blog， 伊是專寫。冇食嘅物件，冇好食嘅物件，後面未使食。你 food blogger 哦，有嘅人寫好食，伊食了，伊寫冇食，等伊個又可以伊一個伊可以一個 award 咯，冇好食 award 咯，所以伊專因為個 food blogger 介紹比較冇食。OK。所以伊 blog 是叫老實講是叫冇好食 blogspot.com 咯。即係是專門是愛全部好食嘅食。咱即叫人寫物件咧，要淡薄，伊惡得 center 嘅，伊是又咩，唔是又咩，所以人明白講是，伊講物件就對，我寫物件，未寫個講啊，未寫對嘅咯，唔係講是好食就講好食，無食講無食，唔係講是你食咧無食，你講好食，啊是亂就咪寫，亂就咪寫是你當無寫伊咯，唔要緊咯，當你無去食佢嘢嘛，但你寫一半無寫一半就無好看咯。所以特別講，即係是你人嘅。宗旨，就是講咱是報道，就是講寫正實嘅物件就對了。咱愛帶去檳榔嘅即個food 嘅 quality 咯，唔係 just 簡單講物件好食就咁樣。像我最近我去迄個 blog fest 啊，我去 blog fest 時拄到台灣嘅人，台灣嘅 blogger，伊講呢物件，一唔知咁難面頂 quality。伊quality 面頂要一個創造新嘅物件 ，creative 要創造嘛。然後伊人是個較競爭咯，伊樣嘅物件，聽人講，咱我干啊，安尼少嘅學過嘅 food 啊，你比台灣嘛，對，台灣伊樣個เรา個舊嘅物件，然後伊個創新哦，嘛 triple up 對，所以我正舊嘅物件，幾若項本賣，阿咪伊個 quality 袂 keep 啊。按照去做 food tourism 對哦，檳榔。OK， 那所以呢，咱就是希望講是用 blog maybe 介紹食，然後其實講是唔講是just 介紹食，但講愛提升對食嘅要求。你無要求嚟講哦，伊未你無要求，你未 improve 嘛？亂來咯，人亂 just 啦，亂來咯。OK，แล้วอันในความรู้เราเสียแล้วอันในเจนี้แล้วล่ะแล้ว有啥咪按照講就是講較無相嘅經驗，我就是講你若是按怎去寫嘅呢？
咱是安怎食，了安怎食，咱咱经验是安怎咧？即要大領講啦，大領狗食。你咪 based on 下面物件，就是講哦，安尼講就是好食。啊，你特別有一個評分標準的嘛，對哈。即老實講是講食，有一上我是細漢起時就對我嘅爸母出去食物件，所以我平時我學咯，安怎去食，咱攏食到古早嘅物件，比如說你去compare啦，個當今你食嘅物件，有無相咯？如果唔係講簡簡單單嘅炒一個炒粿角啦。古早炒嘅粿角出來是，伊是真 Q 嘅，咱粿有時伊是袂講軟軟軟軟嘅，你看當然食嘅炒粿角，較軟較軟嘅，所以有時炒出來講啊，咩事啊？你看呢，無伊看了，伊炒無夠細細，伊炒脆去。咱有無就是講一個福建麵，味素阮無相，色水阮無相，雲吞麵阮無相咯。當然雲吞麵嗰就是你伊麵拍出來，見伊拍，現時賣，啊無就是加熱賣咯。即係雲吞麵嚟講啦，伊麵俾地少燒兩節，個地少兩節，地嗰是3節4節嚟，佢牛咧計賣，所以依家有啲 quality 嘛，唔會人賣單嘛。OK，那所以意思就是講，你人做這個你人就是用你人古早嘅經驗來 compare 跟巴魯嘅食啦。那 what about 新嘅 food 咧嚇？你能夠用安怎嘅標準咧？嗱，你成日講雲吞麵咧，覺得 OK 啦 ，last time 啦。So what about 新嘅物件呢嚇？你安怎？新物件嚟講是往食了佢又是頭先我家就寫 post 咁好，講寫 post 咁好啦，往寫 blog 咁好啦。我唔是食頭先我嚟寫咧，我唔是講食一兩刀、3刀嘅又是，我有一個肯定咧，我甲寫。咱往寫是咧，我希望講是伊樣咧business owner 啊，伊頭家、伊頭手。出來，我會使問伊物件，我有一個交流咯，所以我會吸收淡薄伊 information 嘛，咱食對唔對，咱是唔是按款嘅味素？因為講食嚟講，唔是講是上個讀冊嗰呐，講是學試冊咯。你會曉嘅物件，但咱你唔是講逐項邊會曉嘅，必會曉問。你袂曉問嚟講，你隨咁金物件學袂到嘅，所以變咗講是，我愛寫嗰套，我要隨資料，要做 research，愛問阮。That means 是真 professional 啦。好啦 ，professional 咧有類似，我冇類似嘅，我寫蝕本嘅。OK，แล้วรู้จัก OK 講 about 寫 blog 咧嘛，แล้วรู้จัก當今 actually 冇自己 set up 一個成日講 company 啊，嚟款啊對，แล้ว就是本是對食有關係嘅嘛對，所以會使介紹一下我嚟款。要大領講啦，我哋講個 Twitter 啦，來大領有領嘢。冇領念啊。actually 我本身是對食是有熱忱啦，對哦。所以我是組織家己一個 company 咯，所以是 for restaurant consultations 啊。Not only on food 啦 ，actually 人有每個人，你憑啥物資格去批評，還是你啥物 standard？伊講人嘅物件無好食，你是唔是 chef？How's good 呢？然後我就講，這是 under 個人 experience， 但是講 OK， 一個 chef 無代表伊會曉做生意喎，無代表伊會曉做restaurant 嘅物件，一個 owner 無代表伊會曉煮喎，但我會曉食，對唔對？ At least we are consumers 對嘛。若是講你講李嘉誠啊 ，OK， 伊是安尼有咧嘛？你有，若是講你叫伊做安尼細項嘅物件，伊會曉做無？伊本是甲你講袂曉做嘅。伊有件事會曉 leader， 伊做 leader， 伊做伊拍。伊會曉管人，伊會曉叫對嘅人做對嘅物件。對，安尼講就是 good leader。啊，若是講咱會 build 一個 restaurant 好，咱有一個 good 嘅頭咯。啊，你係安怎去 arrange 你嘅物件？啊，那種食嘅物件，我無特別講我係落去煮嘅嘛，對，我都唔是 chef 嘛 ，chef 有伊嘅工嘅嘛，對，所以你煮出來，我係 spot check 咯，對，嚇，所以 spot check from there，我係知講哦，即係你煮啊無夠，下了味素無夠，所以 maybe 你會甲研究者咯，我無理由不是假如下湯下咩嘛，你家己去研究咯，這是你嘅 job 嘛。有時我哋其實係講哦，未必兼啊兼店嘅物件。特別你講起安尼款吼，其實你家己本身嘅家族，本是甲煮甲即個食有關係嘅嘛，對，會使講者。是啊。
that's why 这个个是大有来头的嘛，对哦，唔是讲啊，唔是讲凊彩纯派做 food blogger 嘅，就是讲因为 I think maybe if 如果 from 细汉啊是有按照讲来讲熏陶啊，就是讲有一个环境安尼款啊，吼，令到你哈，就是讲有关系就食。本地问讲有关系就食，就是讲你不爱考虑个人兴趣啦，个人的，就是讲你大一个家族是家了人是做 chef 的，但你生了一个伊无兴趣也学产的，你安怎去逼伊无理由的嘛？对，所以爱个人的兴趣咯。以前咪你家族的我知啦，我讲了先。我拍人哦。了OK， 我係馬下邊嘅家族，伊是養大50年代學時啦，是真正大檳榔嘅成日講數一數二啦，數一數二咯。像伊唔是講酒樓，伊唔是酒樓，伊是essentially，因為是迄陣時90年代咧，有一個菜館啊，是一個 shop lot 做食咧就算大了，唔是講當然要食大嘅菜館，嗰是算是菜館啦。飯店啊，佢哋叫飯店啊，有50年代嘅飯店啦，所以佢時我係講咯，我講啊，樣是本身是 chef 嚟。伊 brother 啦，伊講，伊有講啊，你記得啦，伊時陣是做食嘛。所以養嘅手是真正好食嘅。From my mother 養講啦，不是，咱拄好我們是去做好嘅時，拄到一個阿哥，唔捌咧咯，同台吃飯啊，成日講宴會食教因嘅時，拄好拄到伊不是都是伊是古早一個我講嘅擁躉啊，安尼會做好就係。本地伊是檳榔人嚟，伊是 move 去做好了嘅，所以有緣分拄到咯。甲會知講大外人的口中，原來伊是唔是莫聽家己人講話嘛，對，有時對殺一邊嘅嘛，所以外口人講話，樣有中立嘛，所以人講嘅是快硬咯，還是我講煮嘅物件是真正好食啊。是跟你講，伊樣兄弟伊兄弟燒臘本真正好食。So that's why 你對是唔是安尼款嘅reason 咧？嗬，咧變做你家己，變做你家己對食本有興趣咧，啊無就是講對食本有一個要求咧嚇。所以所以人每都講，按照我那個安尼款嘅資格 ，I think 多多少少加減減 ，because of 家族嘅關係，本身應該是有啩。這其實是看個人啦。然後是講我小冇好食，冇嗰隻好食啦，好食，有吹食嘅，好食啦，冇好食咪好食咧。所以是看個人本啦，看個人。因為我本身咧，我係 father 咧，伊是古早是大 factory 是開canteen嘅。But 伊 before 開canteen 以前時，應該是做只一項物件，應該是 photographer。伊嗰時去中國翕攝影比賽，攤類翕一獎金對來出來嘛，做包嘅。OK。Then 佢後時伊有大一個早 restaurant market 對面嘅，古早時有一個 supermarket 嘅嘛，你clean up 半山對面有一個 supermarket 嘅。supermarket 依邊伊有一站咧是做酒樓大樓嗰物件，伊大邊開嘅大樓嗰啲，因包邊嘅家己手做嘅。So that's why 對食有一個研究咧，嗬，本是有一個 reason，because of 安尼款嘅嘛，就是講，แล้ว所以你人當今做掉嘅物件，就是講 consultant 安尼款啊，就是講去人嘅即 restaurant，maybe if 伊人愛請你來講，咱你人就 try to improve 伊人嘅物件，你看嘛。improve business 咯，唔係講是 just 跟佢一食，有時有時人食朋友好笑嘅，物件好食，但無生意。因為是好有無生意，物件無好食，then service 佢無好，所以我人是用我看到嘅物件，安怎去伊將佢改做物件更好啦。我要一段時間 observe survey 伊 business 是蝦米問題，嗰時是看蝦米病蝦米藥咯。所以你若是講你大家你揾你款嘅問題，會使找伊人啊。
要收錢咯嚇，唔是 free 嘅，要收錢嘅。你俾少女，OK。แล้ว其實就只歡喜咧，就是拄到真好看嘅 food blogger 咯嚇，就是回湯加即個大力噶。OK，แล้ว所以咱就希望講咧，下一週咧嚇，咱個有機會咧嚇出來做節目。會使問題，我只準備了，有可能會使啊一撮介紹嘅就是迄個。有的物件差毋多，愛講是大邊人愛絕種咧，無咩人愛做咧物件。所以是你找像是咧西洲橋邊位有一安哥賣拄火麵線，安尼若無就是炒粿甲，安怎是叫好嘅炒粿甲。好，咱就來期待一下啦嚇，咱下一集呢，咱閣再參加其他嘅即個談食團做者出來，because 其實是 impromptu 不多腰咧，無人陪我食咧，我叫佢人出來。OK， that's all， OK 啦，拜拜。拜拜。大家徛起來嘛，隨互人看。Support 比能福建 ，Support 比能福建話，比能福建需要着愈加話。